过头。我觉得这样 OK 哈。Could you tell me some of your story about your life in South Sudan? I will never understand your English. I'm sorry. I remember we have gone to school, and then the soldiers just began to shoot the bullets. I have seen the people killed, the people even shoot with the gun. They got throw the people in the river. So 好，这样应该 many OK， things that 这样可以了， I 谢谢 see。in this war of South Sudan. 对，对，对，你们讲到。I run from school up 哦， to 你们都不 home. 放 PPT 的。Where's our father and where's our mother? And then I begin to cry. 浩志那个苏凡牧师他今天讲到的时候就把 PPT 放下来。 Uganda. 好，谢谢。 In that time we have stayed 4 days without food. I want to die in that time. 对 ，OK OK。
浩志，浩志，有那个会后诗哦。哎。若无我毋敢行，恳求主怜悯。今日姊妹平安，寒冷的天气吼，不过呢，今日敢若有较小出日头有较小事啊。咱犹原用火热的心，要来到圣殿敬拜阿老。咱大声来吟锻炼圣诗71首，圣诗71首，我心阿老至关上帝。我心阿老至关上帝这个夏天吼，第4节，人若夏天，毋是夏天吼，人若夏天花草无生，开注意就好吼。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来，请。我心阿老至关上帝，万民拍拜伊脚的，小花一定下面满满，咱着阿老来君华，阿老健康，阿老健康，阿老永远我君。第1节搁一摆。我心阿老至关上帝，万民拍拜伊脚的，小花一直下面满满，咱着阿老来君华，阿老健康，阿老健康，阿老永远我君王。第4节。人若夏天花草无生，大风吹来就扫净。虽然人类历史变迁，上帝永远无会改变。阿老我主，阿老我主，阿老我主大人。咱过来看450
415首，主得叫咱人。这是咱对主日落的时就开始唱的诗歌吼。咱咱三集拢来唱。主地叫咱人做真光的灯，亲像一支只花蜜是照光明。这世间是黑暗，做人着担。咱着照伊光，一人一工，主地叫咱人归眼光予伊，咱的光若无明，袂予伊欢喜。伊阿落看世间暗亲像乌白，咱着照伊光，一人一工，主地叫咱若单位做干净，咱有罪恶忧闷。做心袂明，看世间拢黑暗，若亲像乌白，咱着照伊讲，一人一工。这咱平凡心来礼拜。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最悬，我要永远学罗你的名，我要入你祝谢你，也要永远学罗你的名。咱来三角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71首，我心学罗至悬上帝。圣诗71首，我心学罗至悬上帝。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全首。请咱议员徛伫，咱来公读新的诫命。新的诫命伫圣诗的头前，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4篇，启应文第4篇，在圣诗后壁面啊。咱圣诗这是第5页，由诗篇16篇来的。启应文第4篇，我来刻，请兄弟姊妹来印。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神的百姓。因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伊显电火的节，我无要显。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分业。我所应得的，你互我固守。所量互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学罗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伊是我的心肠，也指点我。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是我的正面，我就无忧愁。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心也要安然徛起。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下伫，歹势，因为伊无将我的灵放下伫阴间。也无互你的圣洁拄着辱我。伫你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咱来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天父上帝，我要同心感谢俄罗你的恩典甲疼痛，你的伟大甲荣光。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随时赏赐阮教育的恩典，互阮通享受你美好的陪伴。求你使阮有信心来面对未来，相信你已经陪伴阮所需要的，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的丰盛。帮助阮伫世间所有的事物中，知影选择你为阮安排的道路。我要用谦卑甲忠心来亲近你，求你互我明白你对阮的旨意，使阮有勇气，一世人拢跟在你。今仔日是世界中盟会儿童领养计划的主日，请咱共同来支持，为世界各所在送养儿童的家庭甲社区的环境会当得到改善。囡仔本来是世界未来的希望，不过现今社会也有真侪囡仔因为病痛、产乡、战争等等的因素，遭遇枵餓、破病、失学的甲暴力的痛苦。每一个囡仔拢是上帝眼中上珍爱的宝贝，拢应该有丰盛的生命。希望每一个囡仔拢会通健康成长，有基本的生存条件，会通快乐长大。希望咱回应上帝怜悯送乡甲受压迫者的旨意，互较侪贫困囡仔通有上帝所赐丰盛的生命。求你赐予阮有信心通倚靠你，有力量通跟缀你，有能力来遵行你的道，有胆量来传扬你的福音，有忠心会当服侍你，遵行。求你赐福阮，出入拢有平安，心神有喜乐，生活有见证，人生有价值，做工有力量，行事有智慧，性命有圆满。愿主感谢阮真心的敬拜，听阮的祈求，伫今仔日的敬拜中，继续对阮讲话，互阮的心上帝道来展开，互天牧师成做你的出口，用你的道来教示阮，将生命的道路来指示阮，将属天的平安来赐予阮。愿安尼祈祷，拢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俄罗诗班今日要俄罗的诗是充满我，充满我，请诗班。
充满我，充满我，用你圣神充满我，像井对天降，请用疼充满我，来除去我的罪，互我的心神换新，赞我纯洁，圣神求你充满我。感谢诗班的献诗，咱即马来读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咱要看的圣经有两位吼，第一位伫咧创世纪第1章第26节甲27节，旧约的创世纪第1章第26节甲27节。第二个所在是伫咧新约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吼，那咱的招报后壁面嘛有登录哈。那我来念，请大家来听。创世纪第1章第26节，上帝讲。咱就做人，亲像咱的相，照咱的款，互因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甲精星、甲全地，以及地上得所的通摊。上帝就创造人，亲像伊家己的相，照上帝的相创造伊，创造因男的、女的。第二个所在咧新约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因为恁是伊所做行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心备办的，要互伊行，互咱行伊。来感谢上帝吼，来愿上帝宝贵话语会当成做咱的支持甲帮助，真欢喜。真欢喜，咱今日请到田牧师来甲咱讲道。讲道的题目是上帝的杰作，上帝的杰作，请咱恭敬来听听田牧师嘿。各位兄弟平安，真感谢教会吼，互我会当有即个机会来到教会来甲各位兄弟来请安，来报告吼，嘛来分享阮的事工吼，甲阮所做。我今日要分享的题目叫做上帝的杰作啦吼，因为阮台湾世界展望会，阮所服务的就是即个全世界吼，迄个上弱势的囡仔，吼，伫迄个上弱势的环境中间的迄个囡仔，所以阮定定就伫思考讲，一个人的价值是啥物？吼，一个人的价值是啥物？咱拄仔读两个所在的经文对无？吼，读拄仔迄经文，你敢有感觉你家己是上帝的杰作？敢有？你有感觉你是上帝的作品无？有吼，有吼，有感觉是上帝的迄个杰作无？做了足好的作品有无？敢若无啥确定呢吼。嘿，咱拄仔拢有读经文啦吼。好，你敢有感觉？你敢有逐工早起迄个对面窗顶起来的时阵，是讲哇，足好诶！我已经领受上帝的即个创造吼，我有上帝互我的即个价值，所以我今仔日要好好来活出我的生活，有无？有吼。你有逐工困的时阵讲哇，我今仔日已经完成上帝互我的托付，吼，互我愿意，互我会当安然困去，敢有？有吼。我感觉啥小可有只勉强啦吼。吼，真正吼，有吼。你有感觉逐工活甲足有意义无？吼。上帝创造咱的时阵，就将迄个足重要的价值放伫咱的内底，对无？吼，那对咱拄仔读的经文，吼，咱上帝创造咱的时阵，会歹势，敢若小可无效。嘿，帮我试一个，迄个 PPT 帮我试一个。好，吼，拄仔的经文讲，上帝讲。咱着照咱的形象，吼，照咱的款，吼，歹势，敢若是放着迄个华语的啦。我有做一个台语的版本，敢有？吼，我有做一个台语的版本，吼，无要紧吼，嘿，就是讲，上帝讲，咱着照咱的形象，照咱的款，对无？吼，来做人，吼，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来做的，对无？吼，有一句话讲囡仔袂当偷生啦。吼，我有两个囡仔，我的迄个教会会友呐，大概甲我的囡仔讲话吼，因就讲，田牧师啊，我甲你的囡仔讲话，敢若亲像甲你讲话共款。吼，因讲话迄个口气啊，迄个表情啊，吼，拢甲你足像的啦。
吼，拢甲你足像的，哪会遐像？吼，囡仔袂当偷生，所以咱有对上帝遐来的形象呢。啊，迄是啥物意思？是讲咱生了足像上帝吗？你敢有看过上帝？无吼。吼，即个意思就是讲，咱有对上帝来的迄个特质。吼，咱一出世都有对上帝来的特质，所以咱一出世就会追求迄个公义，追求迄个良善，追求迄个和平。吼，你看若一群囡仔伫遐耍的时阵吼，每一个囡仔拢要做第一名，对无？对无？每一个囡仔拢望伊表现上好，是吗？吼，啊，若受即个社会迄个污染了后吼，迄个大家都讲无要紧啦，免做遮好无要紧啦，对无？吼，啊，毋过你若看迄个囡仔，是毋是大家伫一个大家做伙时阵，大家拢想要表现上好？吼，有迄个追求迄个良善。吼，每一个囡仔拢，咱一出世都有对上帝遐来的特质，咱有上帝的形象。吼，上帝将即个形象放伫咱的心上，为着是要互咱来管理即个世界，所以这是上帝互人的第二个价值，吼，叫做呼召。吼，就是上帝创造人的时阵，就互人一个呼召，或者互因管理即个世界。吼，互即个世界会当变愈来愈好。吼，总是有一句话讲，人因为梦想伟大，对无？吼，人因为梦想伟大。吼，咱迄意思是讲，咱看一个人的价值，咱爱看伊心内所想的，毋是看伊的外貌。吼，伊的梦想有偌大，伊的价值就偌大。总是圣经甲咱讲，咱的价值是对上帝的呼召来的，对无？吼，因为咱受着创造的时阵，上帝就将即个呼召、将即个召命放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咱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梦想若甲上帝的呼召无共款，要安怎？吼，你有梦想无？有吼，你有梦想，你敢有上帝的呼召？无。吼，所以。真侪人，我问足侪基督徒吼，讲你敢有追求上帝的呼召吼？因拢甲我牧师较小等的啦吼，我阁有一寡代志想要做的吼，要去完成啦吼。等我完成这个代志了后，才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吼，所以真侪时阵，咱回应呼召的时阵，拢啥物时阵？退休的迄天。吼，退休的迄天讲我有一寡上帝来召命吼，我想要来回应安尼啦吼。所以。若是梦想甲呼召，因为咱拢有一个想法，就是讲上帝的呼召是要爱我去做一个我无想要做的代志，对无？吼，你有安尼的感觉无？若讲着上帝呼召，拢惊啦，吼，就是感觉敢若上帝要爱我去做一个我无想要做的代志，总是梦想是你家己有热情要去做的代志，对无？吼，咱看足侪人的梦想，就是讲我有一个足想要做的代志，若无管我拄着啥物款的困难，无管我拄着啥物款的挑战，我拢会当甲克服，我拢会当赢过。吼，迄就是我的梦想。所以我足介意即个神学家所讲的即句话吼，即个神学家叫做布赫纳吼，伊讲啥物叫做呼召啦吼？伊讲呼召就是你上深的热情，甲即个世界上深的需要汇合的所在，迄个所在就是你的呼召。你上深的热情，这叫做你的梦想，对无？吼，这个世界有足侪需要，这个需要定定是上帝呼召咱要去做的。吼，所以若是你有一个梦想，你有一个热情，甲这个世界的需要汇合，迄个所在就是迄个，就可能是你的呼召。吼，我伫迄个做牧师进前吼，我的梦想就是要赚大钱啦。吼，我的热情就是要赚，我相信这是足侪人的热情，对无？吼，总是这个世界无这个需要，所以这都毋是我的呼召。这个世界足需要医生的，对无？吼，总是我若看到迄个刀切人的迄个皮吼，血流出来，我可能就倒遐啦。吼，我可能比迄个破病较紧，就倒遐吼。所以这可能就毋是我的呼召。吼，因为我伫这个代志顶面无热情。所以，咱若有一个热情，拄好这个世界嘛有迄个需要，迄个所在，就是你的呼召。好，这是这个神学家所讲的吼。
所以咱的梦想伫上帝的呼召中间，迄就是咱的价值，迄就是上帝互咱的价值。啊，伫即个经文中间，伊佫讲上帝就创造人，亲像伊家己的像，照上帝的像创造伊，创造因男的女的。这是上帝互人的第三个价值，就是每一个人拢无法度取代，每一个人拢是特别的。我上了解即件代志，我上了解即件代志，因为阮兜的两个囡仔是双生啊。阮兜两个囡仔是双生，啊，佫是同卵的啦，所以阮兜有迄个复制人大军，你知影吼？逐工伫厝安尼伫遐游行，行来行去，啊，两个联手来迄个反抗爸爸妈妈的统治啦，所以咧有复制人大军啊，两个同卵，所以拢生做足相像的啦，拢共款，啊，阮伫养饲因的时阵嘛足注意一件代志就是迄个圣经有甲咱讲，圣经有一对双生有无？啊，爸爸妈妈足偏心的对吧？一个姓以，一个姓亚，有无？以扫甲迄个雅各啦，两个双生嘛，啊，即对双生因为一个迄个爸爸疼大的嘛，啊妈妈疼细汉的嘛，所以因的家庭才破碎对无？所以我甲阮太太拢讲袂使哦，安尼咱爱袂当偏心嘛，咱逐工拢爱注意我若伫教示即个的时候，我爱注意讲，袂当互伊感觉爸爸妈妈较爱即个，所以因自细汉咯，拢伫迄个共款的环境来成长，受着爸爸妈妈共款的疼，食的物件食共款，耍的物件嘛耍共款，你知影双生足注重迄个公平的啦，足注重迄个公平，谁若伊有我无，对无？所以若食的物件拢爱有共款，若穿衫嘛拢爱有共款的衫。总是无一定会当拢共款对无？有的衫是别人送的嘛，敢若一领，要安怎？切一半无法度，轮流穿啦，佚佗物仔若敢若一项爱轮流耍啦，食的物件敢若一项爱爬一半，轮流耍爱算时间哦，时间无共，两个人会花哦，谁若伊算较久，因迄体感时间无共款对无？别人算的时阵永远较久对无？家己算的时阵奇怪，哪会遮紧就算了啊？迄别人算的时阵算足久的，所以因拢爱足注重迄个公平，所以阮拢爱足注意因的公平莫互因感觉讲伊啥伊拢会使，我拢袂使，啥伊有我无，所以阮自细汉就拢互因共款的环境，食共款的物件，穿共款的衫，毋过因一出世个性就无共呢，因一出世个性就完全无共款。一个较像我，一个较像阮太太。若像我就是迄个，你知影我有迄个，阮迄个恁的牧师是我的同学啦，黄牧师是我神学院的同学若问因就知影，因拢讲迄个硕凡亲像学者啦。我有迄个学者型的人格啦，就是迄个若一件代志我一定爱研究甲足清楚的，我才愿意去做。我要先确定讲即个无问题，我知影伊是安怎我才要去做。我有一个囡仔就亲像我呢，一个囡仔就亲像我，伊啥物代志拢爱先研究清楚了，伊才要去做。一个食的物件来，伊爱先讲，伊爱先看逐个食了反应安怎。逐个食了敢若袂歹哦，敢若看个袂歹食，安尼我先食一丝啦，先食看卖，会使好，爱再食。另外一个囡仔无呢，物件来先食再讲，无爱食配料。无爱食则配料嘛，爱食落，无爱食配料。迄个囡仔就甲阮太太拢共款，阮太太就迄个行动派啦。有代志先做则讲啊，你问较济研究较济创啥，咱先做则讲。做了无好，咱再来调整嘛。所以伫教会，阮若做伙服侍我拢做无代志啦。我伫遐研究就爱就做了啊，你知影？就做了我伫遐研究的时候，伊就做了啊我讲安尼毋对调整就好啊嘛，做安尼所以迄个个性完全无共。所以我感觉足奇妙的，上帝创造两个生了拢共款的人，伫共款的环境内底成长，总是一出世因内底就带无共款的人，因内底就带无共款的灵魂，你就感觉讲哇足奇妙的呢，哪会因一出世就安尼啊？我以前拢怪阮妈妈讲，你看你甲我养
你甲我饲做安尼，我一寡个性无啥好，尾仔看着我的囡仔知啊，毋是我一出世就安尼，吼，遐歹的物件我一出世就安尼，吼，啊，所以这是足奇妙的代志。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迄个特别的，无人会当甲咱取代。每一个人拢有上帝互咱迄个特别的价值，互咱迄个特别的呼召。伫即个世界要管理即个世界，对即个社会有一个特别的贡献。好，啊，总是咱拢知影讲，咱是上帝足好的作品，对无？吼，咱有上帝的形象，咱有对上帝来的呼召，啊，咱是上帝所创造迄个特别的。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特别，若是咱组织做伙的时阵，就足丰富的，是吗？吼，迄是上帝创造的恩典的。你看，这个创世纪内底，上帝讲，上帝都创造足侪项无共的物件，对无？啊，创造了，上帝拢讲，上帝看咧是好的。啊，毋过咱若组织做伙吼，若迄个逐个拢无共款的时阵，咱就冤家是吗？吼，逐个若意见无共，咱就冤家啦。吼，所以咱若伫一个迄个团体中间，你若看到别人的意见甲你无共款，你爱感谢主。迄是上帝的恩典，迄是上帝创造即个世界的时阵，就将迄个丰富放伫咱的中间。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的价值，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的看法，无共的意见，咱拢会当有无共的贡献。吼，啊，总是咱知影讲，上帝创造咱有遮尔好的价值，毋过就亲像我一开始咧问逐个的时阵，吼，咱若问讲，啊，咱敢有活出迄个价值，咱每一个人拢会想一下，对无？吼，咱拢会想一下，敢若对即个代志无啥满意呢？吼，我敢若对我家己的生活无啥满意，我对别人敢若无啥满意。咱敢有人是对你周围的人拢足满意的？敢有？你举手。我以后伫别间教会我要做见证，这新者。吼。咱无一个人对咱周围的人，每一个人拢足满意的啦，无一个人，吼，咱拢会失望。咱是上帝做遮好的作品，啊，总是安怎？咱伫现实的生活中间，迄个作品敢若摔歹去有无？你有感觉无？有时敢若迄个作品摔歹去呢？圣经讲的迄个遮尔好人的价值，啊，是安那伫现实的中间，咱看袂到。有一句经文讲，因为迄个世人拢犯罪，互上帝的阳光得袂着。即个我袂记你解着台语啦，吼，即个我袂记解着吼。罗马书讲，所有的人拢犯罪啦，互上帝的阳光得袂着。啊，总是谁犯罪，谁犯罪甲摔歹去。你的价值若活袂出来，是谁的问题？你感觉是谁的问题？家己的问题，哇，恁拢足够反省的，吼，互大家一个选择题啦，吼，因为台湾人无啥爱申论题啦，吼，所以做一个选择题，吼，是家己摔歹的，还是伊摔歹的，还是伊家己落落来？有可能是家己摔歹的无？有无？有吼，因为咱拢有上帝互咱的价值，总是咱拢需要透过学习。突破、成长来发挥迄个价值。啊，定定咱伫学习甲成长的过程，咱拢无真注意，吼，咱拢无足尽心来发挥我的价值。吼，我即摆伫展望会，吼，工课做工课我都足后悔啦，吼，因为展望会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嘛，所以我有时爱甲迄个外国人开会啦。迄个时阵我就足后悔，我英文无好好读，以前读迄个学英文的时阵，拢伫遐打混啦，阮妈妈叫我去补习，我就伫补习班伫遐画家己的图，无想要去，佫毋敢翘课，就一直伫遐做家己的代志，总是即摆甲外国人开会的时阵，我就足后悔，因为逐摆开会我都要叫一个同工来帮我翻译，我定定就感觉我迄当阵若是有好好学习。我的人生是毋是无共？我的价值是毋是无共？我会当发挥的是毋是搁较济？
我的价值真侪时阵是我家己设歹去，无法度怪别人。敢有可能是别人设的？你的价值有可能是别人甲你用歹去，有无？敢有可能？嘛是有可能对无？嘛是有可能呢。伫一个家庭内底若是迄个老爸无好好啊来发挥伊的价值，无好好啊来做老爸即个角色，伊家己欠缺上帝的荣光，总是毋若是伊家己欠缺上帝的荣光。伊的太太、伊的囡仔嘛会受到减损。阮服务的有的家庭就是安尼，迄个老爸足爱啉酒的，因兜本来就送香，所以伊足爱啉酒，伊甲迄个钱拢摕去啉酒，所以伊的囡仔就无法度去学校，伊的囡仔就无法度去读册。这毋是台湾的啦，外国的，伊的囡仔就无钱会当去受教育，所以阮的同工就甲伊坐落来，咱来算看觅，来我算互你看，你逐个月啉酒啉遮个钱，所以遮个钱你甲用掉，所以你的囡仔就无法度去学校。我的同工就甲伊坐落来，伫遐算数学，算的，伊就激励伊啦因为伊就对迄个囡仔有迄个老爸的疼嘛，所以伊尾仔就甲伊啉酒的即个甲戒掉啦，戒掉了后，尾仔伊的囡仔就会当去受教育，所以一个影响力愈大的人，伊若欠缺上帝的荣光，伊影响的毋若是伊家己。伊影响的，阁有伊周围足侪的人。敢有可能是咱的价值家己落落来，伊拢无做啥，家己落落来，敢会？这敢若发生伫阮兜啦。我甲阮太太伫无用的时阵，听到一个人一个物件砰破去，对无？出来送甲用破的，阮两个囡仔就伊家己落落来。别人讲袂插到送，无啦，伊家己落落来，真的，伊家己落落来。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对吧？因为坚持毋过咱的价值有时嘛是安尼呢就是迄个拄着迄个，若是有拄着一寡灾害的时阵，灾害的时阵，譬如讲地震有无？地震每年的迄个气候变迁因为气候变迁死去的人比迄个战争搁较侪呢，比迄战争搁较侪。所以足侪囡仔就伫即款的灾害中间，伊无法度去发挥伊的价值，毋是伊做毋着代志，嘛毋是伊周围的人做毋着代志，就是伊拄着的即个代志，互伊无法度去发挥伊的价值，伊的家庭、伊的社区，拢无法度来发挥因的价值。先互大家来看一个影片这是一个可能我无饲着，好，帮我饲者这是一个10岁的囡仔2018年这个10岁囡仔伊的名做艾德纳，伊对乌干达行路行到南苏丹，伊对南苏丹行路行到乌干达。About your life in South Sudan. I will never understand your English. I'm sorry. 阮的同工访问伊啦I remember we have gone to school, and then the soldiers just began to shoot the bullets. I have seen the people kill the people, even shoot them with a gun. They got throw the people in river. So many things that I have seen in this war of South Sudan. I ran from school up to home. Where's our father and where's our mother? And then I began to cry. I began to follow the people after Uganda. In that time we have stayed 4 days without food. I want to die in that time.
here in Kent, there is no one that can build for us a house. We are the one building for ourselves a house. It's very difficult. The people all like this, they have mother, they have father, but for us we not have father and mother. Yes. I want to educate. I want to become a pilot. I want to build our home nice. And sometimes I dream about seeing mommy and daddy again. 上帝的形象伫叨位？吼，这是咱定定伫现实的生活中间会看到的，咱心内会出现的迄个疑问：上帝的形象伫叨位？一个囡仔伫安尼环境中间，有一天伊出去学校，吼，都无阁看过伊的父母。吼，你看安尼的迄个影片，你会艰苦心无？会无？吼，你看到即个囡仔的即个处境，你会艰苦心无？吼，会吼，吼。即段经文讲吼，今仔日咱读的第二段经文吼，因为伊讲，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声备办的，要互咱行伊。吼，咱伫迄个破碎的世界的中间。咱看见讲，咱毋若是上帝所创造的，咱嘛是耶稣基督所创造的。哦，咱的价值伫上帝创造的时阵，上帝互咱；总是伫咱犯罪的中间，伫咱的性命破碎的中间，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重新建立咱的性命。好，所以。这段经文讲，咱毋若是受创造伫上帝，嘛是受创造伫基督耶稣。伊佫讲，咱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是为着要行好事。即个行好事，吼，咱看即个字面的意思，敢若是讲我去行一个善事，行一个好的代志。毋过，伊本来的意思就是讲，咱会当活出一个好的生活，咱的性命会当一个。吼，咱的性命会当成做一个好的样式。咱受上帝创造是为着要活出一个好的样式，咱的性命是为着要活出上帝互咱的价值。咱会当伫即个世界，会当互即个世界愈来愈好。所以，当咱伫咱的处境中间，当咱因为咱家己，因为别人，因为即个环境，咱无法度活出迄个丰盛的生命的时阵，上帝就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咱的中间。这其实嘛是教会伫做的代志。咱拢盼望咱会当带人来到主的面前，透过伊会当悔改，透过伊会当有一个新的生活，对无？透过伊的改变，伊会当有一个新的生活，伊会当有一个新的生命伫主的内底。所以歹势，我发现伊无啥好字好试，帮我放后一张。伫1950年代的时阵，有一个宣教师，叫做 Bob Pierce，伊伫迄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伊伫足侪国家伫遐宣教。有一摆，伊伫一个国家，看到一个囡仔。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伊的家庭破碎，伊无爸爸妈妈，所以伊就将伊交互迄个所在另外一个宣教师，因为迄个宣教师有伫养饲一寡遮个破碎家庭的囡仔，伊就将即个囡仔交互伊，答应讲我会为伊来募款，将迄个钱交互即个宣教师，互伊会当继续养饲遮个囡仔，迄个时阵，即个宣教师伊就做一个祈祷，即个Bob Pierce伊就做一个祈祷，伊讲愿互上帝艰苦心的代志，
嘛，互我艰苦心。好，愿让上帝心碎的事，也让我心碎。所以无偌久，伊就创办世界展望会。好，伊是世界展望会的一开始创办的人。阮服侍遮尔济个囡仔吼，阮服侍全世界吼，服侍将近100个，阮甲将近100个国家来合作啦，吼。阮伫足济迄个计划所在，阮伫遐服侍遮上弱势个囡仔，吼。伫服侍遮上弱势个囡仔的时阵吼，阮看到一件代志，吼。拄好你看迄个影片，迄个艾德娜的影片的时阵，你可能会感觉伊足可怜的，对无？总是我放迄个影片吼，毋是要互你看伊足可怜的。我放迄个影片，吼，是要互大家看到讲，即个囡仔，我毋知你阁会记哩无？伊讲伊的梦想是啥物？做一个飞行员，对无？伊的梦想是起一间厝，吼，伊的梦想是有一天甲伊的爸爸妈妈阁见面。阮服侍遐尼济囡仔吼。阮发现讲，无管即个囡仔伊的环境有偌弱势，有偌困难，伊的心内拢有梦想。每一个囡仔的心内拢有梦想，因拢仰望伊的生命会当搁较好，伊拢仰望伊的生命有一天会当对即个世界有贡献，伊拢仰望伊所疼的人。甚至是甲伊无关系的人，会当过了搁较好。好，即个画面即张批是一个伫迄个肯亚的囡仔所写的祈祷的批。好，肯亚伊家己嘛过了足辛苦的，毋过伊的祈祷内底，伊大声为着送来祈祷，你知影？伊大声为着乌俄战争内底的囡仔来祈祷。伊大声为着遮个囡仔来祈祷。阮感觉足稀奇的，就是讲，你伫肯亚你嘛过了足辛苦的，毋过伊先为着别人的囡仔来祈祷。阮伫遮个囡仔的身上看到上帝的形象伫因内底，看到随望因伫困难的环境中间，上帝的形象悠然伫因的内底。所以阮的理念是，阮相信每一个囡仔拢有权利，有迄个丰盛的生命。阮仰望每一个囡仔，就算讲伊一出世伫迄个环境中间，伊无机会来发挥伊的价值，毋过咱会当透过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来重新建立伊生命的价值。啥物是丰盛的生命？若是讲到展望会吼，咱定定较想到的是啥物？饥饿30，对无？其实饥饿30是紧急救援啦，就是讲伊所顾的是基本的生存。譬如讲有迄个灾祸发生的时阵，这是阮伫台湾迄个地震发生的时阵，也是咧风台的时阵。阮就随去，因为遐发生危险嘛，足济人可能随伊就无所在住，无物件食，所以这是足紧急的代志，所以阮就爱随去处理这个代志，所以迄个饥饿30，伊较顾的就是迄个基本的生存啦。毋过真实要爱有丰盛的生命，较重要的是，互即个人伊的迄个改变，互咱所做的迄个改变会当永远的延续，对无？咱要重新建立一个人的生命，较重要的就是甲互迄个好的部分会当伫伊的生活中间来延续。所以阮有一个叫做儿童福祉啦，就是讲一个囡仔伊若是爱有丰盛的生命，伊上少爱有这4个物件，伊爱有营养。伊爱有健康，伊爱受到教育，伊爱受到保护，伊会当来参与对这个社会有贡献，伊爱经历到上帝甲人的疼，伊爱有这4项，伊才有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毋是干那一个概念尔定，伊是一个足具体的，咱有一个足具体的目标，
会当伫伊的生命中间来建立伊的需要。啊，上重要的是阮咧做的事工，毋是干那建立遮个代志，毋是透过足侪工课来做遮个代志。搁较重要的是，遮个代志伫有一天展望会离开即个社区的时阵，遮个改变会当延续落去。遮个改变会当继续伫遐阮好多自立啦。一个儿童伊会当自立，一个囡仔伊会当自立，一个家庭伊会当自立、自立。一个社区伊会当自立，伊家己会当徛起来，来面对伊的创伤，来赢过伊的弱势。因为阮相信上帝伫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区的中间，伊拢将伊的形象放伫内底。所以每一个人伊是有力量的。阮毋是因的救主，阮是甲遮个囡仔、甲遮个家庭、甲遮个社区同行。做伙来面对因的弱势，做伙来面对因的创伤。咱常常伫问讲上帝的形象伫叨位？咱常常伫咱常常是伫迄个足水的礼拜堂，也是足好的即个服侍，大家做伙敬拜，迄个足欢喜的中间来敲找上帝的形象，迄个阳光的形象。总是上帝迄个阳光的形象，是显现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伊的阳光是显明伫迄个耶稣基督迄个破碎的迄个形象的中间。耶稣基督为着人牺牲，为着人死，甲迄个弱势的人同行，生活伫咱的中间，甲咱做伙食饭的迄个中间。显出上帝的形象，所以当咱看到这个需要的时阵，咱嘛邀请大家会当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咱会当参与伫来重建别人的生命的工课的中间，咱会当参与伫这个人的生命来重新得到价值的这个工课的中间。过来，我要用小可一寡时间来介绍阮今仔日活动啦吼。阮今仔日活动好多秋神吼，秋神就是竞选的意思吼。啥物是秋神吼？以前咱伫即个资助一个囡仔的时阵吼，咱拢是会选囡仔对无？吼，我想要资助即个囡仔，我想要资助倒一个国家的，吼，我家己来选囡仔。总是秋神是一个道柄的一个事工啦吼。这是阮伫祈祷的中间，阮会当讲伫祈祷的中间所感动到的就是讲，遮个囡仔，因自细汉因就无选择的机会，因无法度选择因的道路，因无法度选择因的环境，因真侪代志拢无法度选择，所以阮要互因来选择啥物人来帮助因，啥物人来资助因。实际安怎做就是阮伫下骹有一个所在会当甲人翕相对无？后壁有一个足水的背景啦所以就是讲，你若有想要来帮助遮个囡仔，你有想要来认养一个囡仔阮就会帮你翕相。无一定是你家己，有可能恁的家庭要做伙，还讲一个团契要做伙来帮助一个囡仔，阮就甲即个单位来翕一张相。收集了后收集遮个迄个相片了后阮就会送去迄个需要的所在。伫迄个所在来办一个秋神的聚会，互遮个囡仔透过遮个相片来选择伊要互谁来资助。这毋若是一个资助的方式来改变尔定。阮实际做了后发现。即个活动对迄个所在有无共款的意义。阮伫迄个所在办迄个秋神的聚会的时阵，这是阮捌伫乌干达做的阮伫乌干达遐办迄个秋神这是乌干达展望会事工的迄个处长伊讲秋神即个计划互社区遮个人有一个机会组织做伙。伫即个因为因来做伙组织来选迄个选项来资助因嘛，
所以因做伙自集，总是因为囡仔自集，所以因厝里的时代都做伙自集，因的家庭都做伙自集，所以就变做一个社区的一个大的活动。伫即个计划中间人自集做伙，所以囡仔就伫即个中间来学习生活，爸母嘛伫中间来做伙学习，因爸母会当伫内底做伙来上课，上啥物课，就是会当教因讲，恁爱安怎爱互囡仔食啥物物件较营养啦，你爱安怎来教囡仔，才会教育的重要性。因为阮伫服侍即个弱势的人阮发现讲上困难的，毋是因的物质的问题啦，因的欠缺，毋是上困难的，毋是物质的欠缺，上困难的是因的价值的欠缺。就是讲即个社区伊毋若是无营养的物件食，伊的爸母嘛毋知影讲爱互伊的囡仔食营养的物件，因无迄个概念，因无迄个财物，因嘛无迄个财物，讲我摕到资源了后，我爱做一寡改变，互我的环境会当愈来愈好，互我的处境会当愈来愈好。因无迄个观念，所以毋若是摕鱼仔互因食，搁爱教因钓鱼仔，毋若是该教因钓鱼呢，你爱创造一个环境，互伊钓会着鱼仔啦。爱互伊有迄个概念，是我会当养饲我家己，我有法度来养饲我家己。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就是当阮做秋神的时阵，因会当组织做伙来做这学习。所以这是一个社区转型上好的机会。规个社区会当透过这个活动，也会当有一寡转变。对迄个所在的教会来讲，这是迄个所在的牧师讲的，伊讲秋神互我有机会，迄个爸母甲囡仔来讲道。我会当看见搁较侪爸母带因的囡仔来教会，因为透过安尼的组织，才会牧师有机会对即个社区的人讲道，互因嘛来了解上帝对因的疼。所以伫即个秋神的过程中间，有一个囡仔，就是即个受到资助的囡仔的爸爸，伊伫即个活动中间，这是伊做的见证啦。伊讲看我的囡仔去选择伊的资助来资助伊的人伫迄个时阵，我相信讲我的国家会当改变啦。我相信我的国家会当改变。所以这毋若是一个咱来帮助囡仔的即个方式，这毋若是一个资助的方式的改变。即个活动会当实际伫迄个所在，伫迄个社区。来带来一寡无共的改变，所以邀请大家会当来参与安尼的活动。若是你有安尼感动，等下礼拜结束了后，你会当伫下骹来找阮的同工，互阮的同工会当来帮你服务，帮你翕相。若有问题，拢会当来问因。咱三个来祈祷。主，阮向你献上感谢。主，因为你透过你对阮讲的话，透过今仔日的经文，透过你的创造，主，你互阮看到阮每一个人的价值，伫你的眼中，拢是独一无二的。主，阮感谢你，互阮看到阮是你的宝贝。无论阮行过啥物款的路站，无论阮经过啥物款的困难、破碎，主啊，你拢愿意来挽回阮的价值。你拢愿意差遣你的独生囝伫阮的中间为阮来死，为着互阮的性命会当搁较丰盛。主，阮向你献上感谢，阮嘛恳求你伫阮中间来祝福阮，互阮嘛会当看见即个世界的需要。互阮会当看见侪囡仔的性命，因是有盼望的。因伫即款的环境中间，随望面对真侪挑战，总是因是有盼望的。因伫主耶稣基督的内底，因有机会，因的性命会当重新受到建立。主，感谢你甲阮伫地
求你来开阮的目睭，求你来开阮的心，互阮愿意参与伫中间生命的工课中间，互阮愿意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伫每一个需要的所在来成做迄个所在的祝福。感谢你甲阮伫地，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田牧师的正道，咱用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教示。圣诗415首，圣诗415首，主在叫咱人，主在叫咱人。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全首。主在叫咱人做真光的灯，亲像一枝一花，你是照光的。这世间是黑暗，最人着担，咱着注意讲一行一行。主在叫咱人开眼光予伊，咱的光若无明，会互伊看伊。以后拢看世间暗亲像黑暗，咱着注意讲一行一行。主在叫咱人学会做光灯，咱有罪恶忧闷，做心袂明，看世间拢无暗，若亲像黑暗。注意讲一行一行，阿门。请坐，请坐。咱来准备今日的奉献，请书献的当工来服侍，请咱用感恩的心来献到上帝。来会众，咱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咱要进行今日的公道的时间哦，请掀开周报内页面有看咱公道的事项。教会异象，新传正圣道，万民该接受。咱读经祈祷，为心奉献服侍，彼此相听。第一条，咱要为着咱的基督内底的需要，互人拍开伫基督内的听，日益涌流，愿万国拢因基督蒙福，也因咱会当得福。第二，为咱肢体咧调养中的陈金主、陈王兰、洪江基、张德明、刘秋敏、曾宝玉、陈丽水、孙调静、刘淑珍、
乌鱼梅、豆椒、陈秀良、谢丽慧、戴义理、林义乐、洪英铁、李彩颖，咧福建中的刘惠忠、叶秋霞、李碧莲、苏凯华、张凤龙，为着感情的黄静茹、李嘉娜、陈怡君、郭林杰、林文成、嘉靖、甲黄淑敏，即我兄弟姊妹，咱来祈祷。第3条，为着今的海域专家反复事件，愿主灵敏保守台湾，中国双边会当进行有效佮和平的对话。第4，为着世上因为战争、疾病等因素失去家庭守护的儿童，祈求着互听见，找找着找着，弄门着有人开门。为着即款代志，请兄弟姊妹咱开嘴来祈祷。在天的阿爸爸上帝，伫遮阮众兄弟姊妹来到主的面前，阮的不平，阮的不安，阮的悲痛，阮的挂虑，上主你拢知。求主放下阮心中一切重担甲忧虑，使互阮刚强壮大去面对善变的明仔载。因为阮所遭遇的，阮要面对的，阮要经历的，拢有你的目的甲美善伫其中。互阮学习用感恩的心度过每一天，互阮成做刚强的人。求圣神怜悯病痛甲欠缺的人，安慰阮中间伤心痛苦的人。上帝，你要带领阮行过这死荫的山谷，带阮到青翠的草坡。阮也为着最近金门、厦门专家反复的事件，求主保守。互阮两边会当以和平理性来处理。阮也为着世界的动荡不安，有天灾、有战争，求主怜悯，互世界早日恢复平静、和平、快乐。阮嘛要用主教示我的祈祷文，做声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实，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着刺，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人、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吼，报告台先，阮来介绍今仔日有一个来宾。刘和莹小姐，她来台北玩哦，来我们这边参与聚会，希望有空来的时候再到我们教会来，谢谢。再来哈，下周的曙光的曙光团结聚会吼，伫咧来亚民遐，大家家己来看，大家来注意，咱来看这边教会的消息。第1条，本主日感谢世界中盟会陈淑环牧师的信息分享。请大家共同来关心，伫这个世上因为疾病、天灾、战争等等因素
失去家庭守护的儿童。礼拜后伫1楼的招待处要有儿童领养活动，请咱大家一齐将基督的疼甲丰盛来分享出去。第2条，今日中昼12点40分，教育部要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议，地点是1楼的交誼厅。第3，社区关怀据点研发作的好处边，要伫下礼拜1 3月4号陆续来开课，请为本学期课程会当顺利进行，甲参与的志工身心灵健壮，咱来祈祷。第4条，教会奖学金要开始接受申请啊！哦，预定3月4号来颁发奖学金的发放的办法，请看咱看公布栏，申请到3月17号截止。第5，请各团契会长将下一季4月到6月的聚会内容，也是服侍安排，伫3月17号前交予干事来会诊，以利编印咱的施工计划表。团契消息，第1，本主日9点45分，咱就是即卖时阵，轻食团契咧聚会，地点咧4楼，主理是杨秀瑶老师。第2，3月8号拜5上午10点，双年团契聚会，请有资格的人拢会当来参加吼。来，地点4楼，主理是二级牧师来分享。第3条是3月23号拜6，即个月双年团契要主办春季灵修旅游，地点伫咧彰化台湾国宝信行车站八卦山天空步道，欢迎会友来踊跃参加吼。要参加的人拢会使来报名吼，希望大家吼会当行的时阵，会当活动的时阵，会加减摸出来行行的，毋知当时可能还佫什么遐什么代志，有一个啥，咱几多年拢袂当出去吼。会当行的时阵，大家踊跃来参加吼。报告到这，咱来请咱来唱上吟，3角音上吟第509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会将车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甲圣神的感动、甲交通、甲众兄弟姊妹三甲别的，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会众请坐。Amen.
礼拜到遮煞，咱别倒避讳。老店。